错，没错。哎，你们刚好都在哦。我刚刚想到啊，明天是水晶老师的生日哎，那我们要不要同欣赏周赏你？同欣赏周赏你，是说要帮老师过生日，对吧？没错。我想说，老师这么辛苦教我们可以准备一点小惊喜给他。好啊，好啊，我们找其他的精灵一起唱生日快乐歌送给老师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周的。可是会不会有一点小单调啊？会吗？还有什么可以？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明天早上都是水晶老师的课，还是我们做午餐带给老师吃？好诶。可是我不会做饭嘞，你们会吗？我也不会。既然这样，就只好由我来献唱一首歌送给老师了，拜托，很感动。先不要好了，我们想想其他办法。我唱歌可以啊，我觉得不要啦，你这样老师可能会心情很差啊。现在不是吵这个的时候啦，我们要赶快想想怎么帮水晶老师过生日才对啊。Hello， 你们在聊什么？怎么一脸苦恼的样子啊？我们在讨论要怎么帮水晶老师过生日。达达拉精灵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我觉得可以买蛋糕给水晶老师啊，而且我也爱吃。对耶，我记得水晶老师最喜欢吃蛋糕了。刚好最近魔法商店街有开一间新的造型蛋糕店哦，我们可以去那边看看呢。好啊，那我们要买什么口味的蛋糕啊？我知道，周得买水果结卵糕，吃得用的啊。阿迪古，你是说要买水果蛋糕，对不对啊？没错，刚刚后面还有一句就是吃豆用哎，就是呢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棒啊！爱吃豆懂赞，爱吃豆懂赞。还有，你们不要再聊了啦，等等蛋糕都被买完了怎么办？对耶，我们赶快去，而且我等一下也要吃一个。好，快，走。我也要吃。方便吗？我没有带钱包哦。同欣赏周赏你，意思就是帮老师过生日。周得买水果结卵糕，吃到用哎，意思就是可以买水果蛋糕，觉得怎么样啊？嘿嘿，爱吃豆懂赞，意思就是我觉得很棒。今天故事里面的客家话，大家有没有都学会了啊？学会了，很强哦！是风。